现代第一版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。迄时，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，叫全国的人民拢登记户口。这个头一遍的户口普查是古利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实施的。众人拢返去家己的故乡登记户口。约瑟嘛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犹太的伯利恒，就是大卫出世的城，因为伊属大卫的家，是大卫的世系。约瑟甲伊的未婚妻玛利亚做伙去登记。迄时，玛利亚已经怀孕。因伫遐的时，玛利亚生产的时到。就生头就囝，伊用布甲伊包，互伊困伫昨年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互因住。迄地区有一寡雇羊的人伫野外，每时轮流得顾因的羊群。做一个天使对因出现，做阳光四面甲因照，因就非常惊吓。天使甲因讲：毋免惊。我甲恁报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今仔日伫大卫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出世，就是主基督。恁会看到一个婴仔用布包地，倒伫床里，这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一大阵天军甲迄个天使做伙上赞上帝讲：愿阳光归伫至悬的上帝，愿伊赐和平，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这个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，雇羊的拢讲：咱来去伯利恒，看主报咱知即个所发生的代志。因就赶紧去，找到玛利亚甲约瑟，以及倒伫昨年的婴仔。因看了，就将天使对因讲即个婴仔的代志报人知。听到雇羊的所讲这话的人，拢感觉真奇怪。不过，玛利亚将这个代志拢藏伫心内，不时在想。雇羊的转去，因为所听见、所看到一切的代志，拢甲天使对因讲的完全同款，就将荣光称赞归乎上帝。婴仔出世第8日，家己隔礼的日到，因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这个名是玛利亚还未怀孕的时，天使甲伊号名的。照摩西的律法，洁净礼的日过了，约瑟甲玛利亚抱婴仔去耶路撒冷，要甲伊献互主。照主的律法记载，头一体的查甫囝拢着性别归互主。搁照主的律法规定，着献一对房角，也是2只粉鸟仔囝做生礼。迄时，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，名叫做西面。这个人义搁敬虔，一直在期待以色列的复兴。圣神有甲伊同在，伊得到圣神的启示，知影伊死以前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。伊互圣神感动，入去圣殿。拄迄时，耶稣的爸母抱婴仔耶稣入来，要照律法的惯例，甲伊举行仪式。西面用双手抱婴仔，称赞上帝讲：主啊，当照你的话，互你的仆人平平安安离开世间，因为我已经有亲目看到你的拯救，就是你为万民所准备的。伊做启示外邦人的光，做你的子民，
以色列的荣光。耶稣的爸母听到西面讲起关系婴仔的事，真着惊。西面甲因祝福，佮对婴仔的老母玛利亚讲：这个婴仔受选立，是要互以色列中真侪人跋倒，真侪人爬起来，佮真侪受攻击的记号，互真侪人心内的意念露现。你本身的心嘛会互来剑插通过。佫有一个女先知安娜，是亚瑟之族的法雷利的查某囝，伊已经真老，伊结婚了，甲丈夫生活7年，现在已经84岁，伊拢无离开圣殿，每日服侍上帝。敬者祈祷，对时伊嘛来感谢上帝，对所有伫期待上帝救赎耶路撒冷的人讲起即个婴仔的事。约瑟甲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完成一切的规定，就转去加利利，到因的故乡拿撒勒。即个囡仔渐渐大汉，日日勇壮。充满智慧，上帝的恩惠甲伊同在。耶稣的爸母逐年拢有去耶路撒冷守盘过节。耶稣12岁的时，因嘛照惯例上去。做期煞，因出发要转去。囡仔耶稣留伫耶路撒冷，伊的爸母拢毋知。想做伊是伫做伙行迄群人的中间，因行一日的路程了后，才开始伫亲族甲熟悉人的中间得找。因找无，就倒转去耶路撒冷找。3日后，才伫圣殿看到伊坐伫教师的中间，也伫听，也伫问。所有听到伊讲话的人，拢因为伊聪明的应答，感觉着惊奇怪。伊的爸母看到伊非常着惊，伊的老母对伊讲：“囝，你哪通安尼对待阮？你看，你的老爸甲我真烦恼，一直伫找你。”耶稣应讲：“你哪着找我？敢毋知我一定着伫我的爸的厝？”不过因未了解伊对因讲的话。后来耶稣甲因做伙转去拿撒勒，事事顺坦因。伊的老母将遮个代志拢藏伫心内。耶稣的智慧甲年岁若加添，上帝甲人嘛若疼伊。